各位，这个你们很少见。如果你没有深入去经藏里面，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常识。现在呢，我们呢了解到，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彩扼要的重点式的开示，我们呢把它摘录下来，介绍给各位大家了解。《大智度论》里面就说到，譬如有人呢，比如说打个比喻啊。有一个人呢，出生堕地，他转世在这个人间，在娑婆世界已经来出生了，出生在人世间，即能一日行千里。他出生呢，你看一天当中可以走1000里，你想想看。哦，这个虽然是个比喻啊，但是我们了解到说，这个人呐、本身来历不凡呐、非池中之物啊，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你看他一出生，一天当中就可以走1000里，足1000年哦，足的，就是说走够1000年，1000年的时间，他都一直在走啊。你统计一下，你想啊，一天有1000里。我看地球啊，不知道走了几千了，各位，你看他走过了之后，满中七宝，他所走过的，知道吗？都放七宝啊，金银珍珠玛瑙珊瑚琥珀，都摆在他走过的路上，这样全部都铺满。铺满以后，把这些珠宝呢，全部集中收集起来以后，奉施以佛，来供奉佛陀啦，来供养佛陀。你看。这个非常了得啊，了不起的人啊，各位对不对？你看，但是虽然他这样做很伟大，不如有一个人以后恶世，在后代的，在我们这种年代当中，五浊恶世里头，各位你看。天灾地变，生老病死，尘住异昧，哈。然后你看这个世间，那么人心险恶，在这么一个很污浊的环境里面，但是如果你能够一生称念阿弥陀佛，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其福甚彼啊！你所得的福报胜过前面这个孩子一天走1000里，走1000年的所累积的七宝。比那个功德还大。你想想看，这句名号重不重要？殊不殊胜？圆不圆满？功德伟不伟大？太伟大了！所以你看这一句名号的出现，是代表了阿弥陀佛的生命，也代表了阿弥陀佛所修持的全部的总功德。所以你只要一称念，所有的众生就有凡夫变成圣人的境界。你不要再受苦了。6道轮回的这一种折磨，把你一刀两断了。从今之后，你跳出这个苦海，然后迈向了极乐的净土，这无限的享乐，光明无量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说佛啊，这么慈悲的告诉我们众生，原来这一句名号是这么珍贵，可以讲说是奇宝啊，让我们大家觉得很特别的宝贝。你不单是你能够消灾解厄，更重要的是要让你救你的慧命，你的魂魄永远不会堕落，不会再受苦。所以这一句话太重要了，各位听明白没有啊？我们将这一段内容呢，详细的、简单这么介绍给大家知道，希望我们建立念佛的信心，大家都精进念佛，发愿西方大家成就佛道。好，谢谢阿弥陀佛。